欢迎乘搭新渡轮，在渡轮上饮性吸烟，违者会被罚款最高可达港币5000元。供给节人，慎防火警。请保持船舱清洁宁静，切勿喧哗，并且把垃圾放入垃圾桶内。为他人着想，请不要用个人物品霸占座位，涂抹或将脚放在座椅上。请妥善保管及存放阁下的个人物品及财物。携带婴儿车或大型行李的乘客，请把婴儿车折叠，以及考虑在有较多空间的船头或船尾入座，请勿堵塞通道。祝旅途愉快。
船时，请带走随身物品，把垃圾放入垃圾桶内。齐心支持环保，请将可回收的物品放入回收箱内。当步行或跳板时，请留意跳板移动，注意安全。携带货物的乘客需要让其他乘客先登岸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谢谢合作，船未泊定，请勿离座，以免发生意外。船未泊定，請勿離座，以免發生意外。For your safety, please remain seated until the ferry is safely berthed. 船未泊定，请勿离座，以免发生意外。休息路、輕隻路，解無見就可能解嘅嚟。長洲有咩好行啊？呢度唉，走到複雜啦都。大家賭場啦，主要就係有問題貴啊，急。知你我知冇咩？哇！爆晒爆啦！啱啱開咗班啦，加班前開，大少加班開始。早日走人，早日走人。係。做滿5日，一休休3日，一個月做11日嘢。積落5日。唔係積咯。哦，做一日休日，做一日休一日。休3日。做滿5日又跟住一休3日。哦，爆曬頭。兩邊放人啊！呢幾人唔犀利都冇機會犀利。梗係啦，呢兩班係最多人。咁多嘢。排晒啲人。
사진을